鏡頭來到立法院，今日立法院開臨時會審查在後重建特別條例，希望大家過關，本有也在後重建嘅財源同配套。唔過今日朝野黨團對特別預算各有堅持，行政院版本嘅1000億同民進黨版本嘅2000億，雙方嘅內容政策還係公開。默哀1分鐘，默哀開始。政治大量全體嘅委員為88歲在罹難原因表示哀悼。立法院長王金平在體育場臨時會議若校董表態悲傷，立法院加開3場臨時會，需要加強腳步處理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草案。針對重建特別預算係未限嘅限制本單嘅1000億，立法院長王金平今日提出來作出回應。立法院願意給他更多的一個預算，我想行政也樂意。不過呢，我們總也要看看他的有沒有符合事實上的需要。那否則的話，只有突然增加我們的負債。不過呢，話說回來，我們如果多一點額度給他，那麼讓行政部門沒有考量進去的一些項目，到時候也可以有金額呢可以來從事這些項目的一個重建。經強調救災從救火，朝着兩黨無分立場，全部支持而加掉通過災後重建特別條例。審過重建嘅預算到底而幾多賺咗啦，而且冇辦法太多調適。有部分嘅立委是認為講預算嘅數字冇重要，救災嘅錢僅僅用到災民嘅信號，就係最重要嘅。基金的是應該沒有上限，重建這個基金如果全部是用在硬體建設上，那麼再加10個0都沒有辦法。所以呢，我們特別要求財源籌措的基金上呢，不得有上限，而且不得低於1000億以上。重建的經費上不定上限，我希望在整個的經費上能夠給予所有的災區給予最充分的一個經費。上一條通過災後重建特別條例，唔但將在民黨期待，立委韓亞東積極協商，韓國針對民進黨繞場行政院長劉兆憲喺立法院備詢，啥冇本接受，民進黨團曾表示遺憾，唔過就強調為了災後嘅重建事件，每日會按樣主動法案審議。下個新聞分區分提出至台北報道。